邮政驻台港三档的无独有偶工作室，也且在地素人所演出的《金马女王》开播大戏的真无同款，都来要传达守护海洋资源，来向后一代进行环境教育，吸引幼童的眼光，甲亲子共学机会。透过大型红爱艺术创作，更希望不只是观赏，更是当亲近、会当参与的日常生活。鲲就是海中的大鱼，鲲身就是海中的一个鲨鱼，大鱼身上的一个陆地。我们用这样海洋跟陆地这样的一个发想，所以与鲲共游这个主题，我们来打造大型的一个偶戏。2005年已经迈入第16届台港文化季，到了4月12号暗时6點的重頭戲。东港下晡4點由紅仔帶領，也要用力在地信仰的慶典，邀請民眾對海尾中江出發遊行，向前社區共生的文化精神。這款甲其他縣市完全無同的文化季，幕後一路行來攏參與的副市長葉鐵山感觸真深。我想这是在做表演艺术的过程当中最令人感动的，就是在地人把自己的故事把它演出来，那一代传一代。那所以我想这也是台江人的一个精神所在。所以这次总共有超过将近19场的一个演出，那也有3个展览。所以希望大家透过台江文化季这一段时间来与鲲共游，来了解整个台江的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。2005年台港文化季对4月一直到6月，將有19場的演出，3場室內的展覽，加各種親子活動，邀請民眾做伙行入台港，共同成就這件美事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。